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G20峰会伫明仔载要来举办一个习近平抑个拜登呢，等咧开一个会面，可能就讨论到这台海议题。要拿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即马民调被封起来咯。不过每一间的民调有对外公开，亲像是自由时报讲，这个陈市长的支持度目前是上悬的。过来伫今仔增加16000外的本土病例，另外指挥中也宣布讲，这较真正隔离5天了后，无论是快筛阴性、阳性，拢会当出门。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到 G20峰会这个消息，15会伫咧印尼来举行。不过今年各界上界关注的，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来会面。两个人会面时间是伫台湾时间差不多是5点半左右。这也是拜登就任了后头一届甲习近平当面会谈，台湾的问题也变做是这会谈的焦点。参加印尼 G20 峰会各国领袖已经到会议地点巴厘岛。主任印尼总统佐科威14早起甲夫人做阵坐专机到会，因过夫人伫咧落楼梯时阵三步碎裂绊倒。虽然出国访问进前，国内发生恐怖攻击，因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4晚也到巴厘岛。美国总统拜登伫咧当地时间14中昼先甲佐科威见面，伊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伫14下昼到会。巴厘岛甲台湾无时差，当地时间晚5点半，拜习会已经伫咧当地慕尼亚酒店进行，但是无开放媒体采访。拜登会伫咧9点半开记者会，虽然拜习两个人进前已经通过5遍电话，不过伫咧巴厘岛见面是拜登上任了两个人第一遍面对面会谈。伫咧台海紧张情势升悬，台湾也真济美中之间的重要议题，即马又搁拄好是美国的其中选举，中共20大也确定习近平第3任期，所以两个人第6遍互动特别引起注意。拜登13也对这遍会谈发表看法。I know him well. He knows me. There's no, we have very little misunderstanding. We just got to figure out what the red lines are,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o each of us going into the next 2 years. 美国官员进前讲，拜登甲习近平会面的期间，将会表明美国准备好要甲中国激烈竞争，因过无希望发生冲突甲对抗，而且希望会当找到美中两国实质合作的方法。另外，拜登也准备向习近平提出包括气候甲北韩问题。因那15正式进行的 G20 峰会，重点会放伫咧新冠疫情了全世界经济秩序的恢复。印尼总统佐科威13正式宣布成立 G20 防疫基金，已经募到430亿台票来应付未来疫情。Namun dana yang terkumpul masih belum mencukupi. Saya mengharapkan dukungan yang lebih besar lagi untuk dana pandemi ini. 在这边大会期间，巴厘岛周边自10月开始封城，一直到17。采访记者也接受 PCR 体检，在室内规定爱挂水烟。印尼无希望会议期间真济疫情传播破口。会议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拍了9个月乌克兰战争，这边俄国总统普京无来，由外长拉夫洛夫代替。不过战争所引发的国际通膨、能源危机，并负差距扩大的问题，拢是现主时全世界爱面对的问题。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G20 15要伫咧印尼来举行，不过伫咧会议进前呢，有一个 B20 Business 20会前企业高峰会议，今仔日要举行。有去参加的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伟，也是头一位去 B20 的台湾企业家。伊伫演说当中也强调，台湾是上值得信赖的同伴。鸿海集团所开发的电动巴士，也头一届出现伫印尼，伫咧 G20 提供接送服务。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永伟今日伫G20国家元首高峰会会前企业高峰会议，以利用创新力量促进未来经济成长为题做演讲，并加做第一位参加 B20的台湾企业家。I believe a pivotal moment has arrived again. Taiwan is your most trusted and reliable partner. Through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let's strive together and create a better world. 伊指出，世界咧发生巨变，亲像气候甲疫情等冲击，暗过鸿海议员伫新经济体科技产业当中扩大规模，过去付出空白犯错，暗过会做更较好。甚至飞行进前，中国电子厂关港独立这事件引起联想，
鸿海一卡开发电动巴士 Model T， 这第一摆在印尼协助集团体贵宾专家的服务。他被邀请因为最主要是这一次集团体的主办国是印尼，那他有跟印尼当地的这个Digicar Energy 会合资来发展电动车跟一些节能方面的一些发展。另外，还有亚马逊董事长兼执行长的贝佐斯，甲联合国女性亲善大使安海瑟薇、阿里巴巴董事长张勇，最后还有全球第一好业人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虽然无亲身到场，也用线上方式参加。I'm really working at the absolute most amount that I can work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7 days a week. 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加做全台第一位参加 B 团体的企业家，或者分析不只有指标意义，也代表鸿海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受肯定。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选战，讲到这9合1大选只剩12天尔，各种民调也拢公开了。根据到自由时报上届新的民调，讲这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这三卡都的这个选战呢，民进党陈时中支持度上悬。对这份民调，陈时中甲蒋万安拢讲，这市政才是上界重要的，会继续来拼这支持度。不过，无党籍的黄珊珊却认为，这大部分的民调拢是袂当相信的。9合1大选剩12天，各单位选前上尾一波会当公布的民调小连续出炉，结果台北市长选战三卡都领先的人煞无相像。根据自由时报做出来的结果，以民进党陈时中的支持度上悬34.8%，国民党蒋万安28.71%，无党籍黄珊珊23.45%。若讲到看好啥人当选是蒋万安排第1，所来是陈时中、黄珊珊排第3。对此，蒋万安表示，民调做参考就好。进前，蒋万安真侪摆强调，要以美国实国律师的经验来改变台北。不过，这阵煞有人逼讲，伊服务的公司真侪是替中国企业做代志。过去这个事务所承接了全世界各企业在美国的法律业务，那都完全符合美国当地的法律规定。那其实美国政府、美国人都不担心了，民进党担心什么？民进党陈时中针对民调表示支持度会使排第1，真欢喜，强调要是会继续拍拼。不过，伊也积极蒋万安的实国律师经验是没有错，他有这样的一个系股律师。可是我们要问说，那一些经验有哪一些可以来在台北当市长的时候可以来借鉴跟学习？我一直不太知道他的矽谷经验是什么，因为矽谷有很严重的高房价的问题，还有资本金钱游戏的问题。做律师只能大概个案的了解，但是做对城市的发展，可能还有全盘通盘性的对地方的熟悉。针对民调，黄珊珊认为民调有真侪操作的空间，而且各民调的结果差别真大，显示大部分民调拢袂使相信。伊也表示，三卡都当中支持度上低，一直拢是陈时中。记者郭富根、张水台北报道。来看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伊逼出助理费风波，镜周刊搁在亚出讲这内面的小白，指控讲伊互助理的薪水真低，却甲助理的薪水报真悬，这之间的价卡也有加班费，就爱交回来伊的立委办公室。高虹安下晡是召开临时记者会，强调办公室有一个公积金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呢是助理对其他立委办公室学来的，也强调无强迫助理就爱捐钱回来。面对到这款的回应，伊有关受到这压力的批评。高虹安，我本人绝对没有胁迫或强迫任何一位助理来去将他们的所得去做这个公积金的捐入。民进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获人指控诈领助理费的情机愈闹愈大。根据《前周刊》报道，有检举者提供薪资类小的小报，讲高虹安计划管报助理的薪水，佫叫助理甲加提薪水甲加班费退出来。我也想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这样的一个公积金制度，我必须要说，它不是我办公室发明的。这个公积金制度实际上是延续了前面的立法委员的办公室的制度，所以在这些助理他们引进这样的制度，他们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我只能感激。高虹安澄清，办公室的公积金是助理因自前任立委办公室所带来制度，并不是伊的办公室创的。因若这个制度是源自倒一个立委，伊并无正面回应。媒体一直立这个问题，那这个对手也提出批评。我认为还是那8个字：祸起萧墙，扪心自问。周刊报道内容应该由高委员来证实。高虹安涉嫌贪污和诈领助理费，
过去的谎言一一戳破。高虹安已经诚信破产，我要呼吁高虹安向新竹市的全民说明清楚，而且诚实的面对司法的调查。高虹安也因说前立委吴成典被判无罪，早领助理费案件，讲立委的工会助理只是无加证明或者是虚报，就袂负人头助理的问题。对这群连续发生这么多代志，一定会向郭台铭澄清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伫屏东已经执政25年啊，民进党即马是由立委周春美要出来选县长，继续拼执政。不过，昨日前民进党立委苏振清毋若去甲国民党的候选人苏清泉徛台个斗九票，但是伊本人即马是回应讲，唯一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靠左港斗吹票，前民进党这个立委苏振清大力咧推荐的，煞是国民党的屏东县长候选人苏清泉。找到机会，伊拄伫遮，我甲人讲要甲大家拜托，好好啊去思考，会当选出一个为咱屏东做代志的新好县长，安尼好不好？苏振清虽然因为受污洗的代志退出民进党，不过家族背景长久以来伫屏东咧经营，有缘算是亲历的人物。打算甲国民党的苏清泉斗徛台，互人解脱是活过去对手阵营。啊，那苏振清是赶紧出来背会。我受民进党的栽培，一路走来，从2002年当选议员到现在的世界的立法委员，我永远最爱民进党。再一次的说明，我支持我们民进党所提名的县长候选人。在去哪里两党拢世界无用咧拜票，对苏振清的言行无加发表评论。被国民党操作成说这个是倒戈，那我们就尊重他的解释，只是说他现在非民进党员。那我想选举倒数啦，很多的选战，很多的攻防在所难免。重视基层服务，倾听百姓心声，这一点我们非常类似。在同一个场子上互相勉励，表达一点心意，这是人之常情吧。月底9合1的选举愈战愈烈，政治人物的行动牵连到地方的选情，受到各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尾看线，即马来看新北市，这新北市长的公办证件发表会，今早起9点半开始。所以因为只有国民党的侯友宜甲民进党的林佳龙2位候选人，所以这个公办这个证件会咧用辩论的形式来进行。林佳龙是批评侯友宜唔敢答应讲会做满4档，侯友宜是无正面来回应，敢若强调讲伊的成果甲政策。看 SDGs 永续发展目标的挂牌，参加新北市长选举公办证件会，国民党的侯友宜对于接受执政是提出3个车心、3条线和6大产业布局的2030项目标计划。对手民进党的林佳龙是大声批评侯友宜讲要做代志，却唔敢承诺伊会做满4年。未来的4年，我们能够新北大翻新，能够市民大翻身。那么我们的市长可以倾听到市民的心声，而不是只是说着口好好做事，但想的却是2024。好好的去承担我现在拥有工作的责任，努力把握每一天。我希望在过每一天的过程当中，我的信念是希望不断的去超越昨天，把昨天所碰到的问题，今天要解决好。也要规划把明天做到更好。2024时，敢会含新北市来讲分手，侯友宜讲，伊一生行过来拢无袂记得初心，无正面回应。但是林佳龙同款嘛，互问着讲，心伫台北，毋是新北。双方伫发表时间内面，互相呛声是真明显。很多讲出来的话，像13行变14行，13层变13行。鸭母港讲成在我们的板桥，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因为他来了新北就是想爱新北嘛。好好做事4个字真的不要再讲了，这成为笑话。连我站在这里，连发问的人问的问题，你也一再的答非所问，不断的跳针，这个就是令人觉得
可惜甚至可怕的地方。侯友宜算伊的政绩，林佳龙是一直将侯友宜伫新北12年，城市所干的空转，六都的兵变阁愈来愈歹。新北市选前领，林佳龙是希望讲侯友宜会当答应办一场辩论会，互相问，互大家拢有机会会当讲家己会当替新北市做啥物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是食酒塞车弄死人的代志咯，这行政院边的中孝西路地下道，伫半暝发生死亡车祸，有2个驾驶食酒了后去塞车，佮劈车，甚至去弄到这头前轿车，害一个姓王的驾驶不幸来亡生。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其中一位姓李的驾驶想要讲借着这食酒来健康见笑，想要来攻击警察。警方对天警开2000甲警告无效，就向这个查甫人的大腿射2箭甲压制，即将甲7个人押回去调查。接到车祸事故，警方到场处理，也毋过调查查甫人规身躯酒味，一定配合，也一直挖紧警员，想要实警大清。警员对孔明庆事警无路用，着急的时刻向伊倒大腿连开2枪，才将人制服。只是这个时阵，伊的其他朋友看到记者咧翕，突然去告女伫现场闹事。干什么东西啊你？警察伫边啊，无咧惊，了咧拍记者。事发地点就伫行政院甲警政署4块位地下道。早是透早4点外，警方调查查甫人甲一阵朋友伫夜店啉酒了后，开2台车咧驾车，对撞头前的车，造成姓王查甫人并车当伤死亡。车顶也有1名乘客受伤。事后，驾车的另外1台也想要逃走，防查后初步厘清，因甲被撞的姓王查甫人并无熟识。在这个攻击嫌犯的李贤身上，我们查获了1把的折叠刀。我会打是不是？拢7个人，互警方带回，其中也有未成年甲德联邦成员。这群人态度猖狂，无将公权力放在眼内，警方将专案以妨害公务杀人未遂等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进前逼出这警察大学的校长陈德文去乌道的交替所，今嘛佫逼讲刑事局的副局长甲2名检察官拢去过这个交替所。廉政署今仔日去内政部政风处调查，面对拍歹警察纪律的问题，这警政署长黄明昭也表示，只要有立案，拢会查清楚。过去侦办阿毛头红时案做代志有条理，伊是姓黄检察官，今嘛爆出伊伫担任警政署政风室主任的时阵涉及不当场所，廉政署暂时再去前往内政部政风处调查。我们今天的视察是有先去内政部的政风处，以及可能也会去警政署，我们会加速我们的调查。涉伫交替所证据，也有新北地检署姓王检察官2个人方指控，去年出席警政署政风室买艺了后，甲新北市刑大高层去台北市信义的交替所刷摊，无前姓黄前主任调离现职，会由北京检察官陈淑芬10时上任姓王检察官黄昏案调查。那黄埔连环烧，就连现任刑事局副局长黄敬贤也互点名，当初都是伊招2位检察官到这间交替所。参会我有去，但是后来，让他们去哪里，政风室他们聚餐后去哪里唱歌，这个我不知道。刑事局副局长对此严正否认，只是代志一开始，先是警大校长陈德文，从25年前到乌道出入这间交替所，甚至到投案处有团不休假作陪，警政署是发声明反驳。有认定88部所是 OK 的吗？这个我想这个内管部分是台北市政府地方的这个特定营业场所是由各地方警察局在做内管。由地下会队主嫌开设的交替所为陈德文，佮到今嘛几名的检警人员拢捌伫遮做会，都惊也有更较侪警界高层牵涉其中。警政署长黄明昭回应，只要有立案，拢会清查。这件检警危机争议短时间内风波真歹平息。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有诈骗集团第4任命，警政署也要开始抓一寡诈骗集团到乌道。进前警方呢有伫咧苗栗一间透天厝，甲6个被害者救出来，抓到姓郭主欠等9个人，依照诈欺罪移送法办。警方即摆也要开始清查这旅馆，也个算一下组的套房，甚至是衰人的公寓大楼。目前伫湘北、桃园、嘉义等地区抓到各类诈骗集团。警方甲门侦破入去抓人，一寡诈骗集团犯罪地点包括台北、台中、苗栗等所在。警方除了伫咧草山查到诈骗集团，也伫咧苗栗县等所在抓人。
诈骗集团成功要请人，甲来找头路人关起来了，叫因提供人头口座，攻击害受害者。台北市刑地发动纪录片的攻击，地标了一栋透天厝救出6个人，9位嫌犯是依照诈欺定罪以上。伫最近直发生找头路诈骗的案件，警政署下令扫动诈欺集团甲恶道帮派。9月13，总共查到诈骗集团683件，嫌犯1254人。今年7月底到11月13，查到实行拘禁案35件，136人，救出150人。这些帮派分子都是以诈欺集团为他的一个不法所得，也就是他帮派所营生的一个犯罪手法。那这个对民众的自由以及财产影响相当大因此警政署会针对这个专案行动会持续的一个打击。那没有时间，也没有截止日子。你住这边吗？自己一个人住？跟我女朋友。除了找头路诈骗案，警方也继续追查投资诈欺案，专门清查旅馆、民宿、立足套房加出租公寓大楼，实施清楼专案。那进入屋内后，发现有诈骗机房的形式，就立即通报所长。那所长就立即请求侦查队还有数位监视到场支援采证。警方讲，嫌犯的电脑内面还有假证手册，也佫发现嫌犯敢若是饲小鬼，希望犯案会当顺利。警方要甲所有嫌犯拢依照诈欺定罪以上。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到国际新闻。咱要来看这个美国的期中选举上届新的结果。民主党已经摕到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席次，确定会伫咧参议院占这个优势。另外，众议院的部分呢，共和党若再阁摕到7席次，就会变做多数党派。民主党目前是差13席，才法度赢过共和党。代表拉丁的族群的内华达州参议员马斯托宣布连任成功，为民主党摕到关键的1席，稳调参议院多数席次。民主党参议多数领袖舒默伫咧推特讲已经得到胜利。马斯托伫咧演讲时阵讲，选举的结果证明共和党极右派对内华达选民的有效失准。This election, Nevadans rejected the far-right politicians working to divide us. We rejected their conspiracies, their attacks on our workers, and their efforts to restrict our freedoms. 亚利桑那现任的民主党参议员凯利也连任成功，佮加上内华达州这1席，民主党伫咧参议院跨过多数的50席。就算是12月初6乔治亚州决选无法度并盘，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依然有最后的表决权。伫过去2年，拜登全力伫咧杀的新冠肺炎纾困法案加降通膨法案，拢因为贺锦丽关键的表决而过关。民主党掌握到参议的多数，也代表全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加政府重要职务的连续案，拢会当顺利过关。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讲到美国的期中选举，民主党伫参议院占多数，伫众议院的主控权也是有淡薄仔希望啦。已经有82岁现任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咧高票当选众议员了后，伊的党内成员一直甲口讲，着爱拼后一任的这个议长。伊本人是表示讲，也未做决定，毋过无做退休的打算。另外，伊也挺拜登来拼这总统的任期。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摆期中选举83%压倒性得票率，赢第19位加州联邦众议员任期。现众议院主导权依然还未确定，而且由共和党领先，民主党内已经有人考虑伊阁一摆竞选下一届议长。佩洛西讲，相信家己伫众议无论是毋是做议长，拢真有影响力。目前还未决定是毋是阁争取议长宝座，不过也无退出来打算。Right now, I've said I'm not making any comments until this election is finished and we have a little more time to go. If you do decide to step away from Congress, how do you want your speakerships to be remembered? Well, I don't have any plans to step away from Congress. You asked me about running for leadership. No, I mean, these votes are very close, though. 最近伫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甲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电视专访当中，佩洛西表示，因为共和党的人选举结果不如预期，无引起ฝ่受参众两院的红潮，民主党伫下一届国会有更加公平的未来甲施展的空间。
Whatever the outcome, we're on the path to taking our country to a better place than was being dragged down by the other side. So we'll see. I'm disappointed what happened in New York. That 4 votes could make the difference at the end of the day, but we haven't given up. 目前民主党内高层议会拢较大，佩洛西82岁，总统拜登79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苏莫71岁，引起世代交替呼声。佩洛西表示，未来动向会甲家庭甲党团协商评估。伫众议民主党11月30选出新领袖进前，伊会专心伫民主党，毋是家己未来。被问到是毋是支持拜登总统竞选连任，答案也是肯定的。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讲到乌克兰收复南部的大都市赫尔松，民众昨暗是举国旗上街头庆祝，欢喜讲会当恢复正常生活。不过目前上较重要就是恢复水电和通讯设备的重建。另外，也有动保团体指控罗西亚的军队讲因毋若伤害民众，佮甲动物园内面的动物偷掠走。这位发言人甲乌克兰国旗升水的时段放伫咧士兵的身躯顶。这位士兵是徛伫咧战车顶，用派定会嘛已经脱离的国军，对支付当局夺回哈尔松的控制权，将这民众拢感觉解脱，心情较轻松。这位哈尔松的居民用乌克兰的国旗甲广告看板顶头有俄罗斯国旗的海报吐来。Нема світла, нема води, нема інтернету, нема зв'язку, нема опалення, але в нас нема кацапів. 乌克兰电视节目如果重新放送，听地雷恢复水电供应等基础设施是第一个爱做的代志。同时，这也是记录俄罗斯伫咧这段期间所犯的战争罪行。有一位杂货店的店员讲，俄军甲因店内物件拢总抢走。有一个动保团体讲，俄军连当地一座动物园内的动物拢偷，晚上野狼甲碰尾鼠拢被掠去克里米亚。Слідчими вже задокументовано більше 400 російських воєнних злочинів. Виявляються тіла убитих і цивільних, і військових. На Херсонщині російська армія лишила по собі такі ж звірства, як і в інших регіонах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英国著名的作饼艺术家班克斯伫咧这幅西北城镇菠萝奖卡一栋被摧毁的工具留下伊的作品了。13伫咧霍斯托梅尔霍伦卡一个支付，如果发现风格正共款的作饼，验过这300回，班克斯无承认讲是伊画。这300分别是画着一个查甫人用鹿尾汤的女娃伫咧洗身躯，一个查某人戴着防毒面具，手内摕着灭火器，一个军用卡车顶头载着男性的外生殖器。10月，班克斯伫咧社群媒体发表伊伫咧乌克兰的作品，包括女子的体操选手伫咧倒去的厝边仔倒头徛，一个查甫囡仔用镰刀甲一个大人摔伫咧涂骹。这笔画被认为是伫咧暗示镰刀背段的俄罗斯总统普廷被淹倒。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对今日开始，这确诊者的隔离时间缩短到5天。5天过后，无论是快筛阳性或者是快筛阴性，拢是会当出门的。而且今日的本土病例只有16000多例，连续3天无到2万例。指挥中心也考虑到这年尾出入境的需求会增加，也宣布讲，对12月初1开始，一礼拜入境总量增加到20万人次。你知道今天开始只需要隔离5天吗？诊所医生用实行看诊，提醒患者5天袂用出门，因为自11月14开始，新冠确诊的人隔离的时间缩短成做5+N， 只要完成5天居家照护就能出门，不过袂当参加聚餐甲人做活动，也尽量莫去医疗院所。如果你验的是这个还是阳性的话，那就是你要进行这个自主健康的管理了。那自己健康管理的时候，当然是尽量不要去医疗院所。新冠本土疫情连续3天无到2万，这是8月新增加16578例本土病例，中重症66例，死亡40例。另外，顶礼拜国验出一个本土 BQ.1 的个案，是中部20几岁男性，伊5月8确诊，10月国感染，是国内第2个本土 BQ.1 的个案。
它是一个轻症的个案，它只有采取居家照护，所以已经完成这个7天的居家隔离，已经顺利的解隔痊愈了。另外，因为往年尾出入境的人会变多，所以指挥中心宣布，自12月初1开始，每礼拜入境的总人数，自即卖15万人次提高到20万。在15万的框架之下，那航班的增加有限，所以我们就再让它再增加再多一点，让大家能够有时间去调配，那以因应有可能在年底或者是在农历年的时候，那比较大量的这个出国的这个旅客或入境的这个旅客。王必成讲，顶礼拜病例数降到上低点，应该是这波比的点5已经过去啊。后礼拜有可能宣布试验令第1阶段放令。另外有网友讲，伊是高端的前员工，有翕到政府甲高端公司的疫苗采购合约的介绍。不过高端公司发声明讲，并无员工伫咧今年6月27日，王必成也伫咧 FB 发文会报警处理，请民众唔通够转播或者是散布假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对今日开始，这确诊者只要隔离5天，这会影响到确诊者会当请的劳保伤病给付会对咧减少。若种有防疫保险单的民众，也可能因为这隔离时间缩短，一寡权益的变动，甚至无使用这抗病毒药物，有一寡补偿是袂当摕到的。民众也是爱详细看这合约内容，才会当保护家己的权益。国内14开始确诊隔离为7+N放零加5+N，老买防疫险的民众爱注意家己的权益，亲像疫苗险突破性感染一次金，保护爱注意条款是毋是注明一定要医生开诊断证明，是因为疫苗引起。那保单有规定确诊日是伫咧注疫苗迄一天开始的期限内，就用得到保障金。第10至10付医疗险理赔爱注意，当然代表被保险的人。经过医师诊断，因为疾病或者是伤害，爱正式办理短期治疗。若无短期无负担医疗费用，就无符合规定。轻症无短期宣延请短期一夜，除了提出医疗行为、诊断证明文件，用药也爱指定的用这的抗病毒药物。因为很多家在通融理赔的上面已经有改为指定用药或抗病毒药物，所以民众在看这保单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去看他买的一个没有限制药物。另外，劳保伤病给付也对咧调整，劳动部规定，劳工若因为确诊爱带院，国家照护无法度工作，而且出现薪水减少情形，为袂当工作第4天开始拢用申请。原本一开始确诊者国家照护10天，上侪用申请7天。了后减少做7天，上侪用请4天，即卖5+N上路，上侪改用请2天。以平均月投保薪资45800元为例，从不能工作第4天起，可以请领伤病给付2天，1527元。他的平均月投保薪资是25250元的话，2天则为842元。根据金管会统计，到11月7日，防疫险加疫苗险理赔金额已经超过1500亿，防疫伤险理赔率51%。为弥补资金缺口，承保防疫险的前6大产险已经向金管会申请证书核准，也有产险公司规划第3摆证书。即马防疫性质5+N甲确诊共大亲人全面改组0+7，隔离理赔加入历史了后，也互理赔压力真大的产险业者压力无遐尼大。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12月初1开始，入境人数增加到1礼拜20万人次。饭店业者认为讲，这初期入境人拢是台湾人较济，不过开放了后，市场应该会渐渐变好。而且这外交部的领事事务局排队申请护照的民众是排甲路长，真侪民众是想讲，这个年底时阵，或者是旧历过年，想要出国去行大。办护照，请往前走。申请换护照的人排甲长路目前回国已经无需要入境检疫。经过2年外疫情边境管制，特别进入元旦甲跨年假期，所以其实农历春节，不少人开始规划出国行程。本来想说用预约不用等，然后他说预约都满了，不能预，快件要等1个钟头，那一般件更久。过年后要出国，现在应该超过2个小时了。
外交部统计，11月第一礼拜全国换发护照收件量到35000多件，平均每天有7000多件。疫情了后，出国旅游潮爆发，对指挥中心各放令入境人数达到每礼拜20万人次。饭店业者观察，入境旅客也是本国籍较多，外籍旅客回流爱等到明年。也许到明年的第一季，大部分都还是国旅客为主啊。对于我们饭店业来说，它其实是都是一个好的消息。目前这个运作上面还没有说是因为地情人力而造成运作上面的问题。入境人数慢慢放量，民航局进前也发文予航空业者要求补助地勤人力。观光产业伫疫情了后，普遍出现欠人的状况，包含游览车司机甲领队导游，拢还未完全回流。观光局表示会协调工协会，若业者有需求会进行媒合。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停办1年的台中新社会海今年是搁再停办，原因是考虑到这罗西亚帕乌克兰的战争了后，国际之间我国介绍是欠真济，就决定伫咧花海场地种番白含高粱的栽啊，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台中市政府也决定讲，要伫咧新社恢复举办小规模的花毯节，希望会当振兴地方的观光。大面积的花将大地变做100回，但年底的台中新社会海总是吸引大量观光客来赏花。去年因为疫情，15年来头一摆停办，今年是受俄乌战争影响，国际牛价大起，进口牛减少30%。主办方农委会决定再次停办，为用场地大面积再种10牛，满足国内正式甲使用需求，确保牛食安全。今年俄乌战争，那造成国际粮价的居高不下。大概我们栽种的面积大概在46公顷左右，玉米跟高粱已经种满，现在已经种满，有一部分大概12月、2月到2月之间都会采收。农委会表示，种栽改良番市场伫台中新社大约54公顷土地，其中46公顷进行番麦甲高粱的育种作业，有备伫未来3年内，予全国番麦栽种面积提悬到5万公顷，高粱提悬到5000公顷。因过为了提振后疫情时代观光，台中市管理局决定向种栽场借用当地3公顷的土地，恢复举办小规模的花海花毯节。考量振兴地方观光需求，向种苗场借用3公顷土地办理2022台中国际花毯节，规模虽小，但力求展区丰富性。除平面草花种植，还有大型立体花卉装置艺术，展区周边绿美化。种栽场为牛市自给率备战，台中市府是希望伫国路复苏的时阵，试一个水温，将伫16月初3起举办为期2礼拜的花毯节，恢复地方的观光环境。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渐渐放令，这爬山民众变多，需要救援的案例也对咧增加。表示关消防局伫1天内就接到2件伫咧泰安乡虎山爬山步道的救援案件。甲因讨救变原因，拢是因为这体力不够，跋倒家己落山。另外，伫南投的仁爱乡对10月底到单，这半个月内已经有6件爬山事故。有专家表示，对咧爱事先准备，也爱评估家己的体力还有机能，才会当确保爬山安全。直升机用吊挂方式将女山友送病急救。昨三南投县消防局接到报案，有一位女山友甲其他3位队友去爬基内峰的主峰甲北峰，不过敢若是因为高山症行袂振动，伫咧基内成功山厝等人救。就伫12暗，救援人员拄则结束一件碧罗山820林道救援任务。南投县消防局统计，敢若是南投仁爱乡半个月内就6件山区的事故。另外，伫苗栗消防人员也真无闲。靠右边，靠右边。下，来下。救援人员甲这位女山友带落山，12下昼，苗栗县消防局接到报案，伫泰安乡的虎山步道有一对翁仔某去爬山，做牵手的体力不够，跋在边坡，救援人员主动甲因带落山。无想到讲暗时，如果另外一对翁仔某也是体力不够，向消防局报案。8号救援桩附近接触待救山友，以绳索器材协助下山。下山途中，在5号救援桩发现另一名山友。无讲6点钟就2件救援案件，虽然山友拢平安落山，不过互救援人员真无闲。自身会想到讲，每年入冬了，山区会较打扫，真侪山友拢会利用这段时间去爬山，不过无注意自我风险的评估。别人可以完成，不一定我们就可以完成。但是我们对风险的这一件事情的评估，跟你
那个风险来的时候你怎么处置，观念都还没到位。但来先讲，除了事先的准备，了解家己的体力，加具备相关的技能，一个对环境加自我风险的评估加管控，才法度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有民众耍这生存游戏了后咧，飞机甲这个家属管仔摕落车，也因为这个管仔放伫车内面，互日头晒，放伫车顶的这个家属管仔煞来爆炸，甲头前的玻璃弹甲破去。消防单位也要提醒民众讲，这家属管仔因为温度上过悬引起爆炸，也要讲这酒精啦、芳水、赖达，甚至是行动电源，上好拢是莫放伫车内。汽车挡风玻璃喙齿顶面也卡着一支加速管，往内底看加速管只剩空管仔挂无去。从这边，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飞的，飞去前面就插在上面。加速管为后座射去头前，毋那是射透过挡风玻璃，车内原本放伫前座的架斗也因为爆炸威力喷飞插入卫生纸甲后座的底下来。你们就睡到一半，突然听到砰一声，玻璃碎掉，所以你要下来，整个车打开，里面东西全都是有的都坏掉了。爱生存游戏的郑先生，13早起10点外，困梦中，互爆炸声惊醒，伊才发现用来算生存游戏的加速管其中一支袂记哩摕落车，车内高温造成意外，伊特别将相片放上网络，提醒大家爱注意。高雄市消防局指出，最近几年路影雨刮活动真实行，小型驾驶路状况一定避开高温环境。主要是因为户外这个艳阳高照，气温较高。那车内因为阳光直射或散热不良，常常闷热导致高温50度以上。那这些可能就是卡式瓦斯罐这个温度压力宣泄不及爆炸的原因。另外包括酒精、芳水、芳香剂、加赖达、行动电源等物品，消防局也提醒唔通放伫车内，因为经过日头晒，车内温度较袂到50度以上，驾驶人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关电的葫芦比自然生态公园是袂当钓鱼的，不过最近有一寡民众呢伫遮钓，个人发现讲有渔工用正来的钩仔伫遐钓鱼，造成这鱼仔身躯顶拢是伤痕。主管机关表示，因会加强巡逻。行到关电的葫芦比自然生态公园，风景优美，生态丰富，水底嘛有真侪种鱼啊。不过最近所风声讲，有渔工用真来三脚钩仔咧乱抽乱嗅，害规地的鱼啊拢全伤。若无钓鱼，咱就唔通钓啊！你搁钓就违法啊！迄钓去迄钩啊，迄才好啊。他感觉较无好安尼。那就是让人家观赏的这样子。对生态会有一些影响。对啊，对啊。事实上，关电的葫芦比早就公告袂使钓鱼，不过袂少民众拢当作无看见。即马佫发现这种恶质的钓法，有民众认为相关单位若佫唔阻止，一定会损到钓葫芦比的生态。农林水利署嘉南管理处表示，会甲相关的单位讨论。给中型权责单位完全确认，好像关的是照相关法规，来稽查是讲来巡查，对按那依什么法规上面去迄个查遐外头安尼啦。过去因为惊钓鱼放鱼了会污染水源，所以当地10几年来拢是禁止钓鱼。水域是属农林水利署所管，今若游览的水上活动是归台南市管理局。相关单位也要讨论要安怎发，目前是控岛为主，加强巡逻，考虑未来就要开发，也呼吁民众莫以身试法。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高美湿地这几年，这游客真多，人也多，车就多，已经影响到附近绿溪的生存危机了。这荒野保护协会最近出动真侪志工，要来保护这的绿溪过车路，互因去到海边啊放人。哦，这个是有蛋就对。对啊，而且它算黑了，就是快要下海江右了。像镜头啊，遐细只的绿溪，抱的是上千个小小的生命。伫咧台中高美湿地保护边，乌暗暗的路里，绿溪实在无介明显。一个无细字，就会互经过车搞死。可能野狗啦，我们所谓的人类的路杀啦，或者说河川的污染，造使它们可能就整个就会慢慢的灭绝。为着保护这寡小小的生命会当顺利出世，荒野保护协会志工拢会伫暗时去到保护边，走找抱卵的绿溪，将因抓起来，护送去到海埔啊放卵，减少绿溪灭绝的危机。很好，来，再来，好，放下去没？就放下去。
好，再一次，只要你看它有抱卵，基本上就是5000到8000的小螃蟹，它即将要诞生。对，而且这5000到8000，它到水里面不见得就是真的可以变成螃蟹，因为毕竟水中还是会有一些竞争的物种去把它们去吃掉。虽然伫绿溪会经过道路，拢有彩牌仔提醒民众塞车爱注意。不过，当年有关有大约3成的绿溪会封教室。所以也是需要透过志工来护送绿溪，也透过这个过程会当统计绿溪数量，来观察族群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野球评论者潘中伟，伊伫咧2年前呢治疗血癌，透过骨髓移植已经恢复健康，继续转播棒球比赛。伊也甲家己对抗癌症的过程写做一本册，叫做《陪当输的比赛》，和大家分享伊的生命故事。棒球球评潘中伟伫台下顶分享家己对抗癌症故事，讲甲后甜。现场的乡亲嘛听甲真感动，目屎就安尼流落来。这一关不知道过不过得了，因为我知道这个状况又来得很急很快。屏东万兰图书馆2年前要邀请潘中伟回乡分享伊棒球生涯故事，想袂到演讲前1礼拜，潘中伟发现家己得肺癌，活动只好取消。即阵县府搁一摆甲邀请。潘中伟这回总算登到万兰，讲家己对抗癌症的过程甲生命故事。其实，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答应要来分享我的另外一本书，但是呢，人生的变化球来得非常快，当时就因为得了血癌，所以花了2年的时间，所以这2年的时间让我的人生有很多很不一样的变化。潘中伟伫屏东万兰出世，为10岁就开始讲棒球，是台湾职棒真优秀的选手。虽然还阁真少年就退休离开职棒，不过伊去做卖厝中人无偌久，就阁转到球场做球评。想袂到2019年雄雄得肺癌，不过潘中伟依然无放弃，经过艰苦的治疗过程，阁一摆转来到球场。我觉得他的那个坚毅不拔的精神，然后没有不放弃的这个毅力啊，让我们很值得学习。面对事情，就是可以好好的去战胜它，不要怕，然后一次一次的就挺过来的。潘中伟甲伊对抗癌症的过程甲心情转变，写做《袂当输的比赛》一本册，甲伊坚持唔认输的精神分享给乡亲，希望大家徛伫人生的打击区，面对变化球，拢会当讲出水气的风不浪。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教育处最近邀请台湾的新创教育团队举办2天的造反教育节，那伫新丰庙的庙埕举办论坛甲展览，也甲补习班变做是车字店甲夜店，希望这教育咧会当打破空间甲主题限制。车字的师傅来到补习班内底，教民众体验车字，嘛顺续了解车字的文化甲知识。这是嘉义市举办的造反教育节，希望教育内容唔是干那存在伫课本内底。其实这样子的文化其实是有好的地方，然后而不是刻板印象，然后来导致他有一些错误的想象这样子。看了之后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不一样的教育的理念会从这边产生。除了暗时的社会体验课程，这个造反教育节，日时嘛伫嘉义新丰庙的庙埕举办论坛甲展览，配合4个主题，计共33个团队，分别伫6个所在拢有相关活动。这个城隍庙，一个300多年的古迹，它就是一个以前教育最好的场所。就是大家来这边是交流、交换，还有视野各方面、世界观都在这边成立的。最主要是希望孩子能够多元的学习，然后让整个的学习的过程能够让孩子能够有更新的一个体悟。以后要学习的东西，可以在这边先学习一下下。对啊，其实不会造反啦，是算是学习的一种啊。这个造反教育节是嘉义市头摆举办的活动，活动邀请学校团体或者是个人分享新的教育方式。嘉义市教育处表示，希望会当向家长甲学校推广教育就是生活，学校就是社会的教育理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林华园经典戏出应魂16周，今年12月要搁伫咧国家戏剧院演出。讲到这出戏顶回演已经是26年前咯，一届有加入新的少年演员、歌曲，也搁服装等等，希望观众会当看到无同款的面貌。
连续几日的拍练到明华园的演员伫台顶展现身段，重新演出26当前的经典戏出《缘分16州》。伫故事内底，辽州两国为着争取缘分16州来相战。明华园团队表示，这拄啊好甲现主是乌克兰参罗西亚的状况相像，所以主演孙翠凤28当后，搁演同一个角色，嘛调整家己的心态，希望透过这个故事，互大家看到和平的重要。所以希望所有一切的天灾人祸都能够远离人类，远离百姓。那这也是我现在在演《烟云16州》我的心情，我希望能够做这样的调整。孙翠凤表示，这届翻新的作品嘛是传承，一般拢是明华园第3代少年演员，帮歌仔戏会当代代传承落去。26年前的时候，其实我的戏份非常少，就是这个过目的小牧童而已。这一次在学习当程中。孙老师就是一样严格的鞭策我们，对，鞭策我们姐妹。这届缘分16州的故事重新安排，加入新的演员、服装、歌曲、乐器，经典大戏定搁翻新。12月17、18会伫国家戏剧院演出。记者林水霞、桂林台北报道。伫西班牙有一座城镇，顶礼拜6日佮举办一款有争议的庆典活动——火炬节。这个活动内容就是把这容易着火物件绑伫牛公的牛角顶头，佮甲点火，或者牛仔来吊颈乱撞。活动过程是真残忍，动保团体也批评讲，这毋是文化，这是极大荒谬。一直爱叫工具红叶拖出来，坐落来红绑伫场地中央。牛角包火药球身上满，阿木涂了后，工作人员就点火烧起来。头壳顶火火烧的工具行到一直海头，煞安者也无法度将火拍花。看工具痛苦一直走，围观的民众一直欢呼，甚至大声笑。战火周边12伫西班牙中部城镇美迪纳塞里发生。迄天居民举办关注16世纪的火炬节，放火烧牛了后，搁互男性去抓牛，落来赶着火工具来展现勇敢，为过程真无人道。El animal, tengamos en cuenta que lleva muchas horas metido dentro de un cajón. Un rumiante dentro de un cajón no puede moverse, no puede sentarse apenas, con lo que él está sometido a un estrés ya simplemente por eso. 除了工具风怪伫下个所在，因牛角顶较易烧起来物件，也会将目睭甲头烧着伤，护牛真艰苦。那平常抓工具过程中也一直发生意外，动物团体都批评。主办单位抓着文化，实际上根本就是咧虐待动物。¿Por qué les da miedo? Pues básicamente porque saben que eso no es cultura, eso simplemente es maltrato animal y ellos disfrutan haciéndolo. 除了美迪纳塞里伫加泰隆尼亚、华伦西亚甲亚拉冈等地区也会举办火炬节，当年大约2500只工具互牺牲。这类活动以前拢有得到政府的补助，动保团体更推动联署要求停止火炬节、喷牛节甲斗牛等活动。加泰隆尼亚议会是已经开始讨论要结束无份的斗牛。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1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